演奏一首好心情开场，混战乐团的每一位表演者拢有无同的身体障碍。这摆伫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协会的邀请之下，伫母亲节庆祝活动来演出。有肢体障碍、眼睛看不到、耳朵听不到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生了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，所以我感同身受，所以我看到他们这种残而不会的精神，很令我敬佩。现场大荧幕当中，保护会长车伫36档的老妈后生，作为母亲的感受真深，因此希望借由混战乐团的生命故事，互更较侪新众家庭鼓励，更关键15万户乐团。社会局相当肯定，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协会这边的一个鼎力的支持呢，让我们呢各项的业务都能够很顺利的推动，那非常的感谢。那也是一样，好，在母亲节的前夕呢，要祝福各位的母亲。精彩表演节目结束了后，也佮表扬寄出的模范母亲温馨佮热烈。协会成立以来，集合各界优秀会员。当心公益的同时，佮举办课程，陪伴妇女朋友成长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